今日咧，我哋好興奮喎，因為我哋全部嘅中三同埋中四同學都一齊嚟咗惠州，參加咗由惠州新動力舉辦嘅惠州交流團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可以咧認識大灣區嘅發展同埋佢嘅創新嘅。喺呢度咧，我哋唔單止睇到先進嘅生產設備，亦都聽到講解員介紹創新科技嘅發展，體會到科技喺現代社會中嘅重要性，亦都激發咗我哋嘅學生對未來科技發展嘅興趣。我哋亦都嚟到咧綠色動力惠陽環境園，呢一個係一個致力於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。我哋學習到好多咧有關環保嘅知識，令我哋明白到保護環境嘅重要性。好開心嚟到惠州啦！咁我都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同啲 friend 啊一齊再嚟多次嘅，可以喺惠州留低一個咁美好嘅回憶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嘅。我哋能夠咁難得參加到呢個交流團，要感謝特區政府、民青局同埋青年發展委員會嘅。我相信呢次嘅經驗將激勵佢哋喺學業上更加努力，培養佢哋創新嘅思維。